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10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胡适时隔10年重回4000点大关，可喜可贺虽然呢，这一切都是手拿把掐，因为昨天就差1点几就到了4000点，但是他就迎而不发，今天很轻易的就拿下了4000点，然后呢又回撤了，下午是高位回落，一切都显得那么有掌控，所以说未来过几天站稳4000点，那也恐怕是大概率事件今天只是表演一下，对吧？让大家看一看4000点不是梦今天截至收盘呢，沪指跌了 0.33%， 创业板指数跌 0.15%， 科创50跌 0.84%， 两市成交额 2.1万亿，比昨天缩量了也很快，这样下去恐怕又要到2万亿以下了。个股呢跌多涨少，2700家下跌，2200家上涨，所以指数回到了10年前，但是散户的钱包那可没回到10年前，至少这个建功爷书，对吧？到现在还没能解套所以说这个指数创了10年新高，但是似乎这个网上还有身边就是生活中还是比较安静，仿佛这一切都静悄悄的，没有太多人关注一来就是这些参与的散户金融消费者，大部分他的这个就像那个建功爷书一样，还在底部趴着呢，恐怕很多散户的他说拿的股票还停在3000点的位置，有的换股没换好的，恐怕越套越深这就是指数到了4000点，自己还在亏钱，就这道理再加上场外的人对这个不敢进去，害怕被割韭菜，所以就造成目前这个指数虽然到了4000点，但是欢呼雀跃的人并不多，就是奔走相告的午后这个农业银行又涨了 2%， 股价再创历史新高，散户很少会去买工行、农行这些巨无霸。刚才说为什么10年以后沪指再次站上4000点，却没有了当初的那份喜悦呢？这个新浪证券报道说 A 股散户持股比例10年降低 15%， A 股时隔10年重回4000点。10年来，随着资本市场配套制度日益健全，以公募基金、外资为代表的中长线资金持续流入 A 股市场。根据中金公司统计，截至2024年底，以自由流通市值计算， A 股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 46%。 这个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保险、社保基金、外资、私募基金、企业年金等，较2014年底的 31% 增长15个百分点。与之呼应的是2024年个人投资者持股占比为 54%， 较2014年 69% 下降15个百分点。也就是这10年间金融消费者损兵折将，也就是被消灭了一部分这具体多少这个他并没有统计总之你持股金融消费者少了 15%， 但是这个 15% 怎么理解呢？第一个，金融消费者账户实打实的缩水了。第二个，犹如金融消费者持有的那些股票都不涨，涨的都是刚才说的金融股，什么中石油那个中国移动，对吧？中国联通，类似这种股票，中字头的可能比10年前涨了，银行股比10年前涨了，而机构持有的都是这些股票。所以你要看流通市值的话，机构持有的多了，金融消费者持有的少了但是这个呢，你能说金融消费者人数少了吗？这不一定人数因为他没公布嘛，人数应该还多了，现在是 2.4亿，但是你钱包瘪了，这是事实。金融消费者钱包还瘪了 15%， 你就是比例少了 15%， 恐怕还瘪了不少呢。这是2024年底的数据，那么到现在呢差不多因为都是银行股在涨散户持有的那个股票都不涨，包括这个建功爷书10年了。你比如说吧，这个散户好不容易被这个基金被这些专家天天忽悠，相信了大消费，对吧？接受了这个高价的茅台，茅台从对吧100-200、200-300被专家一路吹到好几千一股都是基金扎堆抱团，就像那个金融股一样银行股，然后股价拉高了之后，天天鼓吹什么消费股、大消费，这些散户小心翼翼的，对吧？没办法，被逼去接盘茅台，结果一接呢，好吗？开始一泻千里现在这机构不讲大消费了，这讲的是科技股，讲的是故事，就是不有网友总结的好吗？这个主力就是绕着散户走，逼得很多散户被迫去炒那些概念股追高。这就是为什么
指数回到了10年前，但是啊，大家并没有感觉到，对吧？什么热烈的气氛。说到大消费股啊，今天我看新闻呢，飞天茅台批发价啊已经破了1700，创上市以来新低。就这个飞天茅台啊，53度的上市以来新低啊。茅台的这个走势啊，多多少少啊也能反映一点这个经济走势啊，也能反映一定的这个信心吧。喝茅台的人越多啊，这个预示着这个经济活跃度就高，对吧？大家对未来的信心啊比较足，或者对未来信心好的人比较多一点。茅台没人喝，对吧？茅台卖不动，那就说明大家对未来预期不会太好。不仅对未来预期不好，现在也没钱，勒紧裤腰带，省一点是一点。所以这个茅台卖不动啊，居然已经破了1700了，离这个1499啊不远了，还差200块嘛。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说高盛称中国股市将进入慢牛行情 ，A 股突破4000点，10年成绩终迎爆发，科技主线重塑市场，慢牛新格局开启。这个指数啊突破4000点啊，被券商首席经济学家们赋予极大意义。其中，德邦证券研究所所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陈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4000点的信号意义巨大。一方面是市场信心转变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政策改革深化见效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和前2轮突破4000点行情相比，本轮行情科技流的特征十分明显。回顾历史，上证指数一旦强势突破4000点，强势格局在短期内将无法被打破。也就是说啊，6000点这个就在不远处啊。我记得有一年啊，应该是07年还是07年，记得不太清楚了啊。这个指数刚到4000点，然后人民日报发文，4000点是牛市的起点。后来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啊。与此同时，海外投资者对中国股票兴趣渐浓，高盛、摩根大通继续看好中国股市。其中，高盛最新报告指出，中国股市将进入更为持久的慢牛行情。结合受访的多位机构人士观点来看，以科技突破与战略信心为核心动力的 A 股慢牛新格局已开启，成为海内外机构的共识。说这些都没意义啊，把实盘亮出来看看。这高盛啊，进一步他预测啊，主要股指到2027年底将上涨30%，也是后年啊还有30%的这个空间。10月27号 ，A 股两融余额达到2.48万亿元，其中融资余额达到2.46万亿元，两者均创历史新高。这个解释成啊，场内的这些人呢，疯狂的加杠杆，就等着场外的散户啊，听到好消息是吧？见外呼船收蓟北，赶紧去银行啊取钱，冲进这个沪市接盘，就这么个现象啊。你看两融已经又创新高啊，也就是场内的这帮人玩命的上杠杆啊，就等着接盘，有点像这个2021年的楼市啊，散户害怕对吧？不敢进来接盘，没关系，先让外资来。咱们看看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怎么说的啊？总之啊，已经忽悠到4000点了，怎么办呢？这些散户一个个的装死，无动于衷，那不行就让外资来吧。这个证监会啊，10月28号在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涉外法治体系，为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营造良好的涉外法治环境，对吧？咱们一直说啊，不管做什么都是法治先行啊。这监管部门准备在立法法治这块完善，就便于啊外资进来，便于外资出去，为外资进来接盘啊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啊，就这意思啊。你看看，充分发挥司法保障作用，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资本跨境流动更加通畅啊。总之啊，你这些散户指望不上，那就先看看外资，对吧？让外资来顶一会儿是一会儿。这个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任泽平啊，今天啊给股民9条建议，我们看看啊，他哪9条？第一条，理性看待市场波动，尊重市场规律，切忌被情绪左右市场。第二个，闲钱做投资，赌徒心态切记，不盲目加杠杆。这个反映什么呢？对吧？你看3000点的时候，任泽平什么态度啊？对吧？那牛市来了，然后叫什么？叫开盘即收盘。但是到了4000点，任泽平老师这个叫良心未泯呢，开始提示风险了。为什么呢？对吧？这个时候你再忽悠啊，人散户真进来了，倾家荡产，那可是要骂你祖宗18代的。你看那李大霄，对吧？天天是这种底那种底，诱饵底、婴儿底，
现在李大骁是天天提示风险啊，什么股票什么什么已经这个叫市盈率啊、盈利能力啊，有些股票风险，有些股票的风险很高啊，等等啊，就是你看李大骁、任泽平这样的人，到了4000年开始让大家警惕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们都怕了，心里没底啊，对吧？这个是沙滩上建高楼，它不是实打实的业绩，对吧？也不是实打实的这些什么科技，都是一些什么算力公司啊，对吧？买个服务器搞个破产房，它就是算力公司。有的更荒唐啊，跟一家企业签个协议，40亿、50亿算力，还有生产这个什么火腿肠的，说我要收购一家芯片公司，开始搞芯片了。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完了，这个是在胡适里面是主力啊，龙头，也就是现在这个胡适涨的啊，连任泽平、李大骁这样的人都有点害怕了，害怕受良心上谴责啊，开始提示风险，对吧？我觉得这个任泽平说的对啊，也就是闲钱做投资，切忌赌徒心态，不盲目加杠杆。但是我告诉你啊，散户做不到的，这一点说着容易啊，散户是做不到的。说这个更直白一点啊，你就抱着一个消费的心态炒股，真正的把自己定位为叫金融消费者啊，你消费的心态炒股的话呢，你就容易这个平衡一点啊。那第3条，任泽平说的就更直接了啊，他说牛市不意味着能赚钱，既追涨杀跌，频繁操作，反复折腾，这个和我平时做节目说的不是一模一样的吗？指数牛市跟你赚钱那是2件事情，这不是一码事，对吧？不要混淆了啊！越是牛市越容易亏钱，亏得更狠。你看看这个上海建工爷叔啊，他也经历2轮牛市，他的炒股经历比我还长，他以前还炒过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认购券，赚钱了，对吧？几轮牛市他都赶上了。你看他现在一套10几年，这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人生有多少个10几年啊？他已经83了，他准备还花5年解套，那都快90了，解套了又能怎么样？他是典型的啊赌徒心态，到现在还在加仓，还在补仓，这不是闲钱做投资，对吧？自己的家里房子还没装修，房子的按揭贷款还没还完。这个任泽平说的第4条啊，叫认知改变，黄金万两，提升认知是关键，既听风就是雨。第5个叫量力而行，能力圈范围内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第6个叫分散投资，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第7个是坚持长期视野，避免3根线，改变信仰。我觉得他这个说的都是啊正确的废话呀。实际上啊，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不要说投资了，不要老想着买个东西卖一下就能赚钱，要抛弃这种思想。就当前这个环境啊，如果你的钱足够多，对吧？你的钱确实对吧，已经超过50万了，存在一个银行有点不安全，那你就分散投资，对吧？你存2银行，这叫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确实你存的银行太多了，也挺累的，对吧？那你就再买点什么人民币货币基金，对吧？风险非常低的R1风险的，这叫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就是这个环境下，不要想着赚钱，你只要有了想着赚钱的这个念头啊，10有8九啊，你就要付出代价。第8个什么即处置效应，别让情绪左右决策，理性止损，稳健获利。第9个是避免选择性注意偏差，全面客观评估市场和公司，这些都是散户做不到的。实际上简单点说啊，就是我再重复一遍，就是在当前这个经济形势下，放弃那种说我买个什么东西再一卖倒一下就能赚钱的这个想法，把它对吧要收起来，以后再说。你现在想的就是怎么样出卖自己这8小时，卖个好价钱，对吧？你不要让你这个8小时浪费了，这个到时候没人买，对吧？让自己怎么样这个性价比更高一点，这样有更多人愿意请你，对吧？这8小时啊，你这么想是对的。我们再看看胡锡进老师啊，我看胡锡进老师这个最近对这个郑智化吧，是一个歌手，我记得他很早之前出名的嘛，他现在还有什么歌吗？我不太清楚了啊。然后他不是前一阵子是坐飞机吧，在深圳机场，他就因为他是坐的轮椅，对吧？然后这个遇到了种种不便，然后他就发了帖子吐槽这么个事情。然后胡锡进老师啊，我看他发了个评论，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名人呢需要谨慎使用自己的影响力，批评指责他人和机构时，尤其要搞清楚事实，避免情绪化。影响力越大，越不能滥用自己的舆论权力。郑智化之前那个帖子语气激烈，对深圳机场的名誉造成不应有的伤害，的确做得非常不对。这件事提醒了所有公众人物，要比普通人更好控制自己的情绪，任性万万使不得。说大陆一些地方服务残疾人的设施确实不够完善，需要不断改进，但郑智化近日那样发帖，显然不是推动这方面改善的有
有益和公正之举。这个政治化这事情本来我不愿意评论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个体验呢。其实他是个残疾人，我在想啊，残疾人出门他坐个轮椅，那他不要说离开家了，他在家里那都是种种不方便，对吧？因为他残疾人嘛，那他出门就更不方便，然后他还要对吧住酒店，然后再坐车坐地铁或者是打车到机场，在机场再登机再安检，对吧？这种种啊，弄个轮椅，你说一个残疾人肯定是非常不方便，就那一个正常人很难理解，很难体会，是吧？如果你想体会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眼睛戴个眼罩，然后拿个拐杖，你这样出门试试，对吧？这是残疾人呢，就是正常人不太好理解，很难就感同身受。所以但是我看今天啊，就好多人在评论这个事情，政治化这个事情呢，就来回翻车。首先是啊，政治化他先发了微博吐槽啊，说这个深圳机场这个事情，那政治化粉丝也很多啊，那大家恐怕都在批评这个深圳机场。深圳机场马上就道歉了，道歉了之后，这个深圳机场好像立马把那个视频啊，政治化他上飞机的那个视频监控视频给放出来了，发到网上。结果网友一看，好像政治化说的连滚带爬，那视频中根本就没有连滚带爬，大概这意思吧。然后反而这个深圳机场做得很好啊，派了好几个人帮你，然后舆论就翻车了，翻车，然后这个政治化又跑出来道歉，然后道歉之后，今天啊舆论再次翻车，就网上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政治化没有必要道歉，所以你看这个舆论啊就翻车翻来翻去的，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我看胡锡进老师这个评论啊，我同意70%，还有30%我不同意。就是胡锡进老师他评论这个事情，他多多少少的还是站在一个维护场啊，他不是站在一个消费者角度去评论这个事情。我想啊，如果胡锡进老师他自己是个消费者，是那种他也像政治化这样行动不方便，那么他恐怕对政治化这个就能更多的理解。实际上啊，你看今天这个叫经济观察报啊发表一篇文章，经济观察报啊叫政治化无需道歉，造成这个政治化舆论啊就是翻车的一个背后啊是政治化登机视频广泛流传。网友说啊，他并没有连滚带爬，有人帮推轮椅，有人帮抬腿，怎么就冷眼旁观了？随后舆论对政治化的指责铺天盖地，夸大其词，别有用心，索要特权。政治化真的需要道歉吗？他言语间是有情绪，升降机不抬高或许确实是出操作规范，服务人员也在帮忙，但他遭遇的困境是真实的，他有权感到愤怒并吐槽。从个体的角度说，只要政治化愿意，他当然可以选择为自己激烈的言辞道歉，但不是必须道歉，更不必因舆论批评道歉。他没有做错什么，理清这一是非很有必要。在舆论的汹涌反扑中，政治化的道歉很容易被理解为知错后的改正，但实际上他没有错。我们无权要求批评者完美，就如同我们无权要求受害者完美一样。我们经常陷入这样的认知谬误里，当受害者有半点瑕疵时，其所遭遇的不幸似乎罪有应得。你比如说啊，一个小姑娘穿着比较这个时尚一点，对吧，暴露一点，如果她被人强奸了，那很多人批评说你为什么穿成这样，你为什么不穿个罩袍啊，只露2个眼睛，不就没人强奸了吗？这大概就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对这个提出批评提出意见的人拿放大镜去找他的瑕疵，以证明你不适合提这样的意见，你没有资格提，你别有用心，不就这意思吗？这个经济观察报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对吧？对批评者也是一样，如果他们有任何不完美，舆论的声浪就盖过本应反思的问题指向批评者，似乎他们才是问题，就是提出问题的人才是问题，对吧？批评的人才是问题，不就这样的吗？当下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这种戾气的失焦对讨论公共议题有害无益。再说，难道一名残障人士只有狼狈到真的连滚带爬才有资格站出来吐槽吗？有这样想法的人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残障人士拥有平等权利，无障碍出行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于残障人士而言，一个友好的出行环境是在无障碍实施的辅助下，他们能最大限度自主行动，而不是有人架胳膊抬腿才能通过。他这文章很长啊，写的我觉得非常有这个道理啊，很多人恐怕不知道啊，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残障人士这个群体有多大呢？咱们国家是6.3%，就是6.3%，是8000多万，不到9000万残障人士。这个我们的认定标准非常严格，只有6.3%，国际上好像是10%几，什么概念？就实际上残障人士非常多。那好多人就说，我怎么看得少呢？对，这就叫幸存者偏差，因为他们不方便出来。如果这个社会啊，这个各种基础设施啊，各种环境对残障人士非常友好，他们出行非常方便，那你就会发现你身边有很多
多残障人士啊，所以说这是一个现实啊。那我也聊一聊这个郑智化这个轮椅事件啊。首先，作为一个残障人士，他吐槽啊是可以理解的。用连滚带爬，这个实际上因为郑智化他是个音乐人，现在这个梗对吧？连滚带爬是个梗，没有必要啊咬文嚼字的，对吧？它是实际上是反映一种狼狈或者叫不顺利，不就这意思吗？第二个啊，就是郑智化对某些这个他犹如深圳机场啊，他对深圳机场这个批评啊，应该能理解，但是他又引申到其他的地方啊，机场什么安检呐、等等，他吐槽，我觉得这就不行了。你对安检的吐槽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就是对残障人士这种服务、这种友好程度，这种吐槽啊是有道理的。但是安检这个呢，它不分残障和正常人士，对吧？他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呢，因为这全世界都一样，对飞行安全，对吧？对这个飞机的这种安检，那格外严格。所以说他有的吐槽，对吧？那是相当于他全是有点情绪化，这就是那个胡一静老师所说的啊，有点情绪化，因为他身体这个障碍，而这方面的吐槽，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深圳机场呢？实际上啊，他刚开始做是对的，他立马就道歉了。我觉得这个，因为机场啊，作为一个服务机构，对吧？它是个服务机构啊，是个服务场所。那对这个客户，对吧？对这些消费者对你提的意见，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因为你是提供服务的嘛。结果啊，后面啊，很有可能啊，是郑智化的这些粉丝啊，对吧？给这个深圳机场造成很大压力，攻击这个机场，也有可能这样。那机场那肯定觉得自己冤呢，他也把这个视频给放出来，这个我觉得是错误的啊，就是深圳机场不应该把这视频放出来，他把这个视频放到网上，实际上就是用错误的办法去解决一个消费者的这个吐槽。他原意恐怕是想，拿这个视频来自证清白，让这个网友看一看到底谁不对。这个就相当于啊，让8到15岁的孩子来给你评评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让这个网友啊来鉴定一下李明这个书法。他这是书法还是什么？那你说这答案就让网友来鉴定一下这个数学天才江平，这结局大家也可想而知，对吧？你就搞错了对象啊！实际上啊，这个深圳机场把视频放到网上，这个做法是非常坏的，对吧？他引入这种实际上是来冲击嘛。因为这些人一看，他马上就知道结果是什么。他们也不懂，对吧？他们也不懂什么叫书法，他们也不懂什么叫数学，对吧？什么都不懂，他们是被情绪和被立场所引导，所以一下就翻车了。这一翻车不要紧，后面接着翻，因为很多人就看不惯这种立场先行，对吧？这种上纲上线，这本身呢，深圳机场把这个视频一放出来，这些网友就上纲上线啊，立场先行啊，这个事情已经脱离了啊，就这么一个残障人士希望机场，对吧？能够改进，能够提高这种对残障人士友好程度，就是能无障碍的服务，对吧？把一个小事上纲上线，我认为这个深圳机场做的不对。这个郑智化啊，他如实的说了哪个机场。如果郑智化信仰再复杂一点，他说这是某某某机场，说印度机场，德里的一个机场，或者说啊，这是日本成田机场，是叫成田机场吧？或者不行，就是这是美的，对吧？纽约什么什么个机场，你看看吧，那舆论保证全是支持他的，对吧？痛骂这美的，还这个再骂一骂这日本，再嘲笑日本这个是阿三哥这个机场也不行。谁要帮机场说话，这机场就应该这么服务啊，机场不容易，那你这大侄子啊，你这肯定是大侄子嘛？为什么？这就叫立场先行，对吧？你可以让这个郑智化试一下，下一次或者你要遇到事情，像这种吐槽啊，你把这个深圳机场改成德里机场，对吧？或者改成什么孟买机场，改成纽约机场，对吧？实际上这个本来是仅限于一个消费者对一个服务机构的这种吐槽，那对服务机构来说呢，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吧？那作为消费者，那应该是帮消费者说，你这机构是不行啊，你要提高服务。消费者应该是帮消费者说，你应该提高服务。就像很多咱们很多很厉害的车企，对吧？那很多很厉害的车企，他那个也是粉丝啊，买了他的车，结果吐槽，说这车不好，对吧？容易起火，起了火这车门打不开。那他好的粉丝就开始骂了，说你怎么这样的，对吧？他不帮消费者说话，他反而帮着这个厂家说话，这到底什么个心态？这种心态实际上这个是有病根的啊，这个病根就是自古以来都这样，就是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统治者，叫帝王视角，对吧？在企业这儿他把自己当企业主，在机场呢他把自己当机场，他是这种概念，他不会定位自己说我是个消费者，我是消费者，你就很好理解了，对吧？如果你也是那个某个汽车品牌的这个用户，对吧？然后你把你定位为消费者，那你一定会为消费者说话。你说对啊，你这个车有问题啊，你得还提高服务啊，你得提高质量，这不行就召回啊。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量的人啊吃糠咽菜，但是操的是什么心呢？所以你看啊，为深圳机场说话指责郑智化的人99.99%都是这种心态，实际上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那胡一静老师他也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他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消费者。所以我刚才就说了，我为什么不评论这个呢？因为我
我不是残疾人，我没有这个感受啊，我要有这个感受，我恐怕可能也会吐槽。所以说你看8到15岁的马上他就能上纲上线，最后就怀疑你政治化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来黑咱们是吗？不就这意思吗？最后你政治化别有用心，那最后就政治化只好说我惹不起，我道歉吧。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